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生活中嘛常常讲会到，这日读做敬，敬敬敬第三条。这个敬都有尊重的意思，像咱讲敬老尊贤。另外敬嘛有礼貌现象，咱讲敬酒。行大礼去拜，咱讲敬拜，像咱讲敬拜佛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敬米，就是咱即马中文讲的供品。咱台语字典翻来翻去找无供品这款的讲法。咱意思讲拜拜的物件，有人讲是传拜，若较文来讲，用来讲是敬米。第二个词读做抓敬，这是一个较古早的词，就是咱即马讲的白包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古早台湾的民间信仰，拢有一寡互助的精神，像古早包抓敬给丧家，原意是为着要甲丧家斗相敬。另外拜拜敬米，拜煞了后，嘛会送互一寡生活较歹过的人，甲因斗帮忙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敬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